好啦，乡亲啊，咱台湾将做全世界头一个启动邮轮旅游的国家，就是开放予民众通啊坐邮轮到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去游览，讲啊做邮轮跳岛之旅。这台邮轮早起7点半已经来到咱的基隆港，船顶500外的船员拢爱落船检疫14天。伫个7月底、8月初，第一团就会出航，真俗哦，4天3暝只要1万块。 体验澎湖海岛的水，也是金门战地的风景。还有马祖亲像地中海的风情。疫情有较回，台湾嘛变成是全球第一个启动邮轮之旅的国家。 搭这种邮轮来跳岛旅行，就不会有塞车。坐船袂塞车，但是进前有严重疫情的泉州公主号，迄款的经验，互人记伫足深的。台湾要启动邮轮之旅，防疫还继续做好。包含就是船上面会必须备有一定数量的负压隔离舱房，舱房跟公共区域之间的这个通风系统不会互相的循环交叉。邮轮载客量控制力1800人以内，这架邮轮透早7点半已经到基隆港，538个船员落船检疫14天。邮轮之旅对基隆港出发，到澎湖了后，再到金门也是马祖，4天3暝行程。第一个旅行团是伫8月初2礼拜出发，费用7900，佮加上客工费，一人费用大概是1万块左右。结合澎湖的烟火，规划海上烟火表演，还有无人机，要用邮轮特殊的卖点来抢8000亿出国旅游的商机。